再来，我们进行到华语转换客语这一类题目，我们要如何应对呢？首先要掌握客语的特征词，运用关键词、同义词，将华语转换成客语，完整且连贯的口语表达。比如像是这题，太热的时候不要去晒太阳，会中暑。这里我们要用单位去做切分，太热的时候不要去晒太阳，会中暑。太热太熱的時候，改時間，不要去，唔好去。晒太陽這邊就有一點點要動腦咯。客語的說法與華語不同，要說半日頭曬，給太陽曬，會中暑，半日頭。組合起來說就是太熱改時間，唔好去半日頭曬，半日頭。再來練習一題，男孩女孩一樣好，兒子女兒都是寶。男孩誰來兒，女孩誰冇兒，一樣好，形容好，兒子來兒，女兒冇兒，都是寶。都是寶，組合起來就是誰來兒，誰冇兒，形容好，來兒冇兒，都是寶。